呢條波斯湖街係嚟今日行洛克道，中午時間。洛克道向中環方向。右邊有架車落坡，七仔。日本城喺度上緊課，我新開一課飯米線，賣啲嘢啲古惑眼鏡。電器鋪，惠香大廈，好靚喎裏邊，但係冇乜人。呢間係食品麵嘅，早餐下午茶25蚊起。左邊呢間灣仔消防局，呢條就鵝頸橋，堅拿道東，好過馬路，呢個洗手間。第二條堅拿道西，都係鵝頸橋嘅橋底。呢度有麻雀館，有打麻雀㗎。OK， 賣建築材料。你試下吸下嗱，開著開頭咧，落黑度試一試。傳統建築材料，賣建築材料嘅地方。吉鋪馬太食嘢嘅，第二間吉鋪，以前呢度好少吉鋪，瓷磚鋪，呢度賣木門。依然有好多建築材料鋪，呢有間吉鋪，又有麻雀館放鬆下。每2萬蚊一個冷氣撳嘅。呢間又係麻雀，哇！咁多間嘅咁少。七仔，
過馬路先，公仔行快啲。哇！呢度角位都吉鋪喎，呢個角位隔離有一間，呢個馬師道啱啱。繼續落黑道向中環方向，又有間吉鋪。以前呢條街係好旺，又唔得吉鋪，成條街都係賣建築材料。呢間都係力新農業未開門，休息咩？哦，呢間有吉鋪。今日唔係休息嘅，呢度有一間，落黑道348行飯麻雀館就最好啦，唔會有吉鋪。大信睇過332號。落黑道有兩隻狗狗放嘅，放狗狗。應該係酒店。要係。打橫嗰條道老子道，道老子道，好行到嚟呢度。